凯美风台扫过花莲，造成严重的灾情。秀林乡总德川附近的山壁一直有落雨啊，满会流落来，经过的车拢爱驶较慢。毛民众的车驶伫咧半路，煞有树尾向插入来。另外，东大门夜市经过风台吞打，有真侪大拢严重损害，了上万块。官府要拼伫咧明仔载恢复营业。在秀林乡总德川附近山壁出现黄色水墙，连续冲泥流，拖到路边，车爱减速通过，当地居民看甲是心惊惊。会不会怕持续崩下？会怕，最好1-2万块哦。倒去的露台一台都要2万，直接乌有气，冰箱门也吹落，涂骹拢是真乱的换个顶，只是东大门夜市受损上严重的打，全卖卤肉饭、猪血汤。我都现在没办法整理啦，乱七八糟的。花莲经过强烈大地震了后，观光业惨淡，真无简单。5万休载人潮回流，煞拄着风台，点头唔知要安怎渡过难关。官府要拼支持恢复营业。1个礼拜以上，不能做1个礼拜以上，而且那个地震啊，也都没生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暑假人家也不敢来啊，一直在地震，现在又台风啊，以前好几千就都做几百块而已啊。秀林乡的和平车站雨露为楣，超出排水的复合能力，规条路正做一片的水。和平川早起风雨意外加强，除了行路困难，现场出现淹水的情形。淹到我看那边有好几台车都淹到水了。一台车互树撞到，树花插入车内。花莲县议员周俊雄2时尾暗经过中立寺意外后登去路修地条，经历生死1年半。像被活埋一样，是非常危急啊。然后发生这么大声音，然后车子也突然熄火，然后想办法也是从驾驶座连滚带爬，也是要爬出来。凯美风台带来风雨扫过花莲市区，看棒吹走落伫路边的街路，已经停业真1年的拉鲁湾饭店，厝顶的大片的铁片又要落落来，互人看甲真着惊，民众赶紧将停在路口的车刷走。还在下雨，还在那个的话，它会掉下来，怕到时候又砸到人，很危险。强风吹甲路树连滚满起，倒伫路中，雨花19线无法度通行，新城乡公所赶紧派人清理。这摆凯美风台造成花莲真侪所在灾损，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提供受灾户各项协助，将伤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